其實我以前都諗住將呢條手鏈免費送俾大家，因為我唔係淨係識做生意。但係後來我先發現，免費嘅嘢好多人真係唔識珍惜。我見過有人買咗手鏈戴2日就擺埋一邊，甚至整唔見，其實對條手鏈好唔尊重。所以我先定咗呢個價錢，唔貴，但係可以令大家識得珍惜。有興趣嘅朋友直接點下面鏈接就可以帶返屋企。用法好簡單，記住呢句口訣：金豬定，木豬生，水豬潤，火豬行，土豬穩，事事成。好多人貪多，我反而做減法，5粒珠就係5行本源，少一粒唔得，多一粒就亂啦。呢個就係5行循環啦，生生不息。我講真，呢串手串唔係令你一夜暴富，而係你生活嘅錨點。2026年火旺氣燥，帶住佢，時刻提醒自己唔好衝動撞火坑，用5行平衡氣場。想今年穩住陣腳，好運循環，越行越順。下方小黃車呢條5行手串就係我真心推介，每一串都係按方位精心整嘅，數量唔多，希望可以陪你哋走過2026年，一齊風生水起。